这只小猴子啊，来我这里有4、5天了。我看到它的时候，它趴在那个木头上。后来它看到我呢，好像很吓人，就跑来跑去。之后呢，它就趴在那个羊身上，好像感觉更有安全感。每次晚上我来关羊的时候呢，它都趴在，不是这只羊，就是趴在那只羊身上。我喂它香蕉呢，它也不吃，它趴得紧紧的。